我这就一砍柴的，让我做什么？老夫几时在苦修，乃是9品大高手，竟抵不过他这一掌，这不可能！这3人起码是7品，他竟一招将其重伤。这年轻人起码也有8品之境。你怎么趴下了？快起来，别碰瓷！前辈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。对，您就当放个屁，放了我们！一招把北域第一人打趴下，还只趴在9品之上的神通剑。前辈饶命！这仨是把我当成高人。那也好，先混过去再说。以后别再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带上他，离开这里吧。前辈教导的事，我们一定会改。终于走了，吓死人！在下多谢高人救命之恩。高人乃8品之境，要是有他相助，何惧王家？举手之劳。不知高人要去往何处？婚所，在下家中有一小女，美若天仙，闭月羞花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娶了她还能有万贯家财。不知高人意下如何？承蒙厚爱，只是晚辈有婚约在身，先走一步。再不走要露馅。也不知道是谁家姑娘命那么好，竟能得到绝世高人的青睐。我江家怎么就没这个福气呢？皇兄，没事吧？皇兄他死了？什么？北域第一高手被一拳打死。北域这是要变天了。老夫人，这位是王承天。承天见过家母。王贤德是你什么人？是在下父亲。这是当初的订婚信物。7年前你失踪，王家传你坠崖身亡。当初发生了很多事。装什么孝子贤孙？你这些年可知王家对我们家做了什么？你要是想娶我姐，门都没有。幼儿，不可无礼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姐，她配不上你。在下确实是为婚约而来。娘，当年是当年，现在你已无资格娶义儿。我父亲和江叔是至交，在儿时定下婚约，说是成年后便成婚。你一介无法修行的废物，嫁你又有何用？你可知江家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？娘，让我和他谈谈。义儿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但可别心软。你知道家族现在的情况。承天，你失踪了很多年，不清楚江家现在的处境不容乐观。自从贤德叔过世，你离开王家后，我们2家关系变得很差。王贤义联合其他家族打压江家，意图将江家吞并，而我们又独木难支。我明白了。但你要是有困难，我一定会全力giúp助。帮是会帮，但你娶我姐没门儿。等下我让管家拿点盘缠，你离开吧。走得太匆忙，竟忘询问高人名讳。看来江家无缘高攀人家。家主，有人上门提亲，要娶大小姐。老夫不久前才错过一个乘龙快婿，现在又有那个不开眼的上门提亲，倒是要看看什么人也敢上门提亲，还要娶我的宝贝闺女。只有高人那样的奇才才有资格成为我女婿，其他人也配。按老夫人吩咐，这是50两银子和些许珠宝。江家素来仁义传家，岂容外人妄议？
这些盘缠你拿上，够你置办今后生活。还不快谢过夫人！多谢夫人。成天这便离开，谢过诸位。拿稳了，赶紧走，等下饭点儿，别坏了本小姐的胃口。幼儿，说话客气点。王公子，等等。义儿，你该回房看书了。娘，我和他说两句。你若是需要帮助，一定要开口，我必尽己所能。只是你留在江家，今后一旦被王家发现你在这里，我们恐怕也保不住你。多谢江姑娘。我明白江家现在四面楚歌，而且王家也必然不会放过我。所以，你最好识趣点，赶紧离开，别给我们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我走便是，用不着你对我吆五喝六。喂，你这什么语气？是谁要娶我宝贝闺女？给我站出来！夫君，是王贤德之子王承天上门说要娶义儿，可那都是多年以前的婚约，而且当初也只是酒后戏言。你该烧3炷高香，谢我们让你放弃婚约，不然我爹可不会手下留情。混账，把嘴闭上！听见没？快把嘴闭上，跪下道个歉，说不定还能原谅你。夫君，消消气，王承天已经说了不会娶义儿。爹，承天已经放弃婚约，你冷静点。大叔，怎么是你？承天，那是我爹，快别说了。你认谁大叔呢？我爹可是江家家主。臭丫头，我是让你把嘴闭上！你打幼儿做什么？他又没错，是他要娶我们闺女。你也给我把嘴闭上！我的好贤婿，原来你说的未婚妻就是义儿。您是江叔？我就说嘛，先前相遇，说明我们有缘分。江叔，承天自知配不上江小姐，我们之间终究是无缘分，晚辈这就离开。胡闹！谁说的？是义儿配不上你。夫君，你给我把嘴闭上！谁也不能阻止承天和义儿的婚礼，这婚必须结，而且刻不容缓，过几天就把这事办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爹，王承天就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废人，他怎么可能配得上我姐？江叔，要不还是算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是家主，江家我说了算，更何况你爹与我乃是至交，情同手足，当年和王兄定下的亲事，岂可儿戏？义儿，快和你爹说说。爹，现在江家独木难支，正是需人之际。若是女儿嫁了承天哥，将来对付王家可就无人可用了。更何况，女儿想嫁一位绝世高人，有承天在，何惧王家？承天8品的实力，对付王家绰绰有余。我对付王家，糟了，江叔不知道我是装的高人。王承天没有修为，就算是当赘婿，那也是赔钱货。对，我不行的，我先走了。死丫头，你给我闭嘴！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这桩婚约就定在7日后，不，今晚成婚，把洞房也办了。那么好的女婿，可不能让其他人抢去。不知道你给我爹灌了什么迷魂汤。虽然你人很好，但本姑娘的意中人必须是修为盖世的绝世高人。谁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？总之没经过允许，不准碰本姑娘。
要不是我打不过你爹，我早走了。大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！王家大长老带人硬闯江家，你快去看看！是何人，竟敢来江家闹事？在门外等了许久，也不见江家主，还以为江家主不敢见人呢。王承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江家，也不怕有来无回？是吗？我倒是看看你们江家怎么让我有来无回的。真以为北域是你们王家的天下吗？敢来这儿找茬？今天我就是来找茬的。听闻江家大小姐是北域第一才女，就想着带几个弟子来切磋一样。输了，你们江家的轩辕神枪归我们王家的。难不成江家人都是缩头乌龟？怕了？你做梦！轩辕神枪乃是江家祖传的上古神器，岂能当作赌注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江武，你怕了？切磋便切磋，不过说好了，我们赢了，流云城产业送给江家。好，你可别反悔，只怕后悔的人是你们。爹，别冲动。王承义的大弟子王浩是五品实力，比我们年轻一辈都要强。是啊，爹，这和白给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江叔，这可万万不能答应啊！江家小辈就这胆量，连切磋都不敢。我看江家年轻一辈也就这样，不想打也行，你们直接跪下，从我胯下爬过，就不用切磋了。王浩，你这是在找死！小娘子很不服啊，不服气就来打，你们全部一起上也行，省事省时。可恶，你别欺人太甚！王长老，让你徒弟别那么狂，我江家可不缺青年才俊，就凭一人能打趴你们。江叔，低调点，还叫叔？太见外了。爹，咱低调点。慌什么？来，我们上擂台说话。江兄好气魄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哈哈哈哈！让在场的诸位都做个见证，到时候谁也不准抵赖。门外的诸位都进来，还请诸位做个见证。我等荣幸能见证这场比武大戏。江叔如此自信，看来是有底牌的。有成天在，王家来一个打一个。你们江家谁先来？爹，让我先上。王浩可是王家除王承爵之外天赋最强之人，他五品境界比江毅还要高一个境界，轩辕神枪要白送人喽。幼儿不是他的对手。爹，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。去王家，别杞人忧天。王承义，说好切磋，这下如此毒手。徒儿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大长老，我就轻轻一推，谁知道他弱不禁风，一碰就倒啊！江兄，看来是你女儿学艺不精啊，换个能行的上擂台。欺人太甚，让我来会会你。哦，怎么又上来个女人？难不成江家没男人了吗？江兄，实在不行就认个输，省得又有人受伤。别得意，好戏还没开始呢。江叔，你那自信的笑容是怎么回事？千万别让我上啊！看招！一儿修为又有大长进，不愧是我江武的闺女。一儿天赋如此之高，成天实属惭愧。成天又说笑了。一儿，江毅，卑鄙小人，竟对女子下如此重的毒手！江家第一天骄，北域第一才女，不过如此。
依我看，你们江家一起上吧，我一个打10个。看来江家都是些废物，没一个能打的。今天小爷我高兴，一人给我磕一个头，比试就到此为止。谁说江家无人？我江家还有一人还未出手。你是何人？我怎么好像从没见过你？在下姓王，是江家女婿。原来是一个赘婿。你说的高人是谁？该不会是你吧？我的好贤婿终于舍得出手了吗？还请岳父大人出手主持公道。让我出手啊！本还以为江家另有高人，不曾想竟让你老丈人出手。我说江兄，你上哪儿找的这么奇葩的女婿？废物一个！太丢人了，叫长辈出手，这说的什么像话吗？岳父大人，王家下手没轻重，把叶儿打伤，全然没把你放在眼里，还请主持公道。成天，别说了，输就是输，哪能让我爹插手？小辈之间的切磋较量，我不方便出手。若是没人，那就赶紧把轩辕神枪双手奉上。谁说没人？我江家真有一人还没出手。他武功盖世，如猛虎入羊群，技压群雄，如繁星抵皓月，定能让你徒弟惨败。江家又有天才横空出世，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爹，你说的谁啊？他便是我的好贤婿。我真不行，我什么也不会。爹，成天他不合适。爹，你要想替姐姐修夫，也不至于这样，他罪不至死啊！混账，说的什么胡话！陈天，你只需要拿出之前1/10的力，足够对付王浩这混账。完了，我什么都不会啊！岳父，我就只是略懂一点拳脚功夫啊。别太谦虚，我相信你。岳父大人，我是可以，但对付这么弱的对手，我属实下不去手。你说谁弱了？楼主上来比划比划。这凶神恶煞的，我上去怕是下不来。岳父大人，还是你来。陈天，我还是看好你来。江叔，还是你来吧。不行，你来。别客气，你来。我相信你，你来。爹和王承天在闹哪样啊？不清楚。墨迹什么呢？你们这推脱来推脱去的，不敢出战就认输。实在不行，下跪认个输。谁说没有？稍等。爹，好贤婿，我现在受了伤，不方便上台，还是请你出手。我靠，要不要那么狠啊？我也要给自己来一下子。贤婿啊，算我求你了，再不出手，轩辕神枪可就拱手送人了。真是骑虎难下呀，早知不装高人了。好吧。好贤婿，靠你了。江兄，你从哪儿招来的女婿，连站都站不稳？爹，你让成天上去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爹肯定是想替你修夫，但又没好的借口，刚好让王浩帮个忙。再胡说，关你10天禁闭。奇怪，我没在你体内感知到半点灵气，莫非修为在我之上？哼，不对，你根本就不是修行者。对，我没法修行。江家女婿竟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废人，这小子死定了，等下场面肯定会很血腥。爹，现在让成天下来还来得及。淡定，我江家女婿可不是无能之辈。你要真看不上成天，刚才何必要同意这门婚事？要是他出事，我和你没完。你爹我相信他。原来如此，江兄，你真是好算计。不满意人家当女婿，竟让我们王家帮忙除掉他。王长老，要不我们再开个盘，我压你徒弟输。就算是天塌了，浩儿也不可能输给一个废物。好，那你徒弟输了，再送江家一块地如何？赌就赌，你女婿输了，便送我王家一块地。成天，尽管放开手脚，不必对他手下留情，狠狠的打。就算打死了，也不会有任何事。我的好岳父，你怎么比我还自信啊？到底是谁站在擂台啊？等下开打，你直接往台下跳，我会接住你。
还是娘子好。小子，看在你也姓王的份上，让你先出手打我一拳。新郎，你可说好了，我先打你一拳，别反悔。来来来，我就站在这儿让你打。王承义这徒弟真不知天高地厚，成天可是8品大高手，打7品都是一巴掌的事情，更何况他一区4品。愣着干什么？来打我啊！如此恐怖的拳风，小子，给我挠痒痒呢！哈哈哈哈哈！梁兄，看来你女婿挠痒痒是一把好手啊！江家女婿真是废人，站着让他打，也没伤到王浩分毫。轩辕神枪，怕是真要白送给王家喽！真是丢人现眼！爹，您看到没？成天根本就不是王浩的对手。怎么会这样？难不成真是我看错人了？可我分明亲眼看见他一拳打翻7品高手。废物，你出完手。现在该轮到我了，我就说自己不行，江叔偏偏要让我上，现在死定了。小子，今天你有幸品尝到长虹枪诀的滋味，别说我不尊重这场比武。哼，就是一场切磋而已，没必要这么认真吧？梁兄，你女婿有福了，长风枪诀可是我徒儿的绝技。用绝招打王承天，那不是大炮轰蚊子，手怕是都要4分5裂。你现在要是磕3个响头认输还来得及。别到时候人死了后悔莫及。爹，快让成天下来！谁强谁弱，还说不准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浩儿，别在手下留情，杀了这个废物！且慢，爹，你想通了，有救了。江兄，现在认输晚了。谁说要认输了？我要再加赌注。再加1块地，压你徒弟输。爹，你疯了！还加注？等下我失手不保啊！好，浩儿，杀了他，别留全尸。小子，我可不会留手。不可能！喂，你别碰瓷啊！我可什么也没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全身经脉尽毁，难不成是他那一拳？不可能，除非他是6品之前。浩儿，死了！刚才发生了什么？王浩怎么突然就倒地上了？王浩死了，我也没眨眼睛啊！哈哈哈！我就说相信他，我江某人看人从不会走眼，更何况是我的好贤婿。难不成成天他有所隐藏？王兄，这次切磋你们输了。不对，我徒儿全身经脉尽毁，并非是你女婿所为，而是他的长虹枪诀走火入魔所致。所以这场切磋不作数。是我想多了，原来是王浩走火入魔。我还以为王承天这废物终于有点用了。王承义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徒弟在擂台上走火入魔，那就是技不如人。既然如此，便是输了，哪有这么多歪道理？我说不作数，便是不作数。而且，我徒儿走火入魔，和你脱不了关系。不关我事啊，是他自己走火入魔。若不是你言语挑衅，浩儿又怎会用出长龙枪诀？又怎会走火入魔？什么歪道理？你这老东西，别乱往人身上泼脏水！我不管如何，你必须要为我徒儿陪葬！承天，快闪开！什么？这绝不可能！才过去数月，已经提升如此之快。小辈之间的较量，你作为长辈出手不太好吧？你女婿害死了浩儿！老家伙别不要脸，明明是你徒弟肾虚，练功把自己练死了。
小子，把嘴巴放干净点儿！王兄，要么继续派人上擂台，否则切磋到此为止。爹，依我看王家没人了，他们除了王浩，全都是些歪瓜裂枣，我都能挨个收拾。你们别欺人太甚，带我回王家一趟，再与你们较量。王兄，人在江湖，诚信为先，先把流云城产业和2块地过户给我江家，再走也不迟。做梦！长老，你没事吧？这么长时间修为没半点长进，你们王家也不过如此。欺人太甚！家主请了张子霞和陈渊就在附近，江家不交出轩辕神枪，就等着被灭门吧。张子霞和陈渊都是9品大高手，他们要是来，不太好处理。现在后悔晚了。看来是王承义那边不太顺利，还不是上次让江武那小子给跑了。不过好在上次乔装，他应该没有认出是我。上次因为高人在，让他逃过一劫，这次他死定了。上次那个绝世高人，前辈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们吧。对，您就当放个屁，放了我们。太可怕了，世间怎会有如此强之人？老身这辈子不想再遇见他。教授，张子霞和陈渊是何人？老夫也没有见过他们，只是听闻二老都是9品大高手，黄吉泰之下最强，也不知为何会帮王家。2位9品大高手，江家怕是真要灭门了。本以为江王2家势均力敌，没想到差距如此之大。爹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成天天赋再高，但还没成长起来，现在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先走为上策。说的好像他以后能成9品一样。闭嘴！成天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，那2个家伙你对付不了。哦，江兄，刚才不是很狂吗？现在要去哪儿啊？你给我让开！小娘子长得很标致，等下就让你和浩儿合葬。老匹夫，你找死！还请岳父大人出手，给他一点教训。王承义，别挡道，小心我手中剑不长眼！你敢动我，张老、陈老来了，江家不会有好下场。那就在他们俩来之前，先剁了你！老身看谁如此大胆，竟敢与我等作对！拜见张老、陈老，拜见张老、陈老。看他们穿着华丽，果真不简单。这2人便是张子霞和陈渊。刚才是谁要动王家人？长老，就是他们。二位，我们之间无怨无仇，王家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？你不用知道，等下就送你们去阴曹地府。你们现在跪下，从胯下爬过去，并交出轩辕神枪，也许可以考虑饶过你们。你做梦！即便是死，也休想拿走轩辕神枪。明明是你们提出比武和赌注，现在居然出尔反尔！我可没出尔反尔，只不过你们现在没命拿走流云城的产业，也守不住轩辕神枪。现在王家都是些无耻之徒吗？张老、陈老，就是他害死了我徒儿。你说他？没错，还请张老将这小子交给我，我定要挖他双眼，断他4肢，把他切碎了喂狗。张老，这是何意？前辈，刚才没看见您，还请恕罪。怎么回事？我没眼花吧？2位9品大高手朝他下跪，能让二老跪下，难不成成天的实力不只是8品，而是9品之上，并且之前就已经跟这2人打过交道啊！江家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
竟能让二位长老行如此大礼。两位前辈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我可受不起。是啊，二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前辈，方才是我们眼瞎，还请您别生气。请前辈原谅。能让2位九品高手行如此大礼，看来江家女婿背景不一般啊！让长老陈老如此敬重，我的好贤婿，你藏得可真深，这实在是低调的有些过头了。江叔，我压根不认识他们。行了，我懂你。我真不认识他们。原来你不认识，不过不认识也得装一装，现在全指望你。你真指望这废物能认识什么大人物？行了，我原谅你们。多谢前辈，前辈果然是神通境，方才强行扶起我等，竟毫无反抗之力。莫非江家的这赘婿身份真不简单？长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长老陈老，之前我们可有过约定，你们也收了好处，难不成想毁约？谁让你对前辈出言不逊？我们和王家约定作废。不仅如此，今天必须以死谢罪。哎呀，王长老，你看看，刚才何必如此狂妄？你们不能杀我，否则等家主出关，他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届时整个江家都要为我陪葬。笑话，老身乃是北域老一辈中的至强者，何惧他王贤义？今天你们不仅要把流云城产业以及2块地过户给江家，还要对前辈磕头认错，把命留下。前辈，这样您满意吗？别太过头，等下录像。放心，我不会武功，但演技还是有的。你们随意，不用在意我的感受。前辈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办到您心满意足。杀了我，等家主出关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不必为我们担心，到时候王贤义会下去陪你。是谁如此大土气，竟敢杀我王家人？王贤义终于出现了。那小子怎么那么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谁啊？这是江家，请出去！滚！家主，你终于来了，他们要杀我！江家主，好久不见，是王家家主王贤义，他也来了。王贤义，你敢杀我江家弟子？果真是他！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冷静点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传闻王贤义早就是9品之境，现在我们不是对手，你千万别乱来啊！王贤义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王贤义，杀我江家弟子，你是找死吗？9品又如何？等下还不是被我女婿打得跪下？江家主，我闭关几年，倒是让你胆子变大不少。不过，才死1个人，太少了。王家主，闭嘴！2个该死的老东西，收了好处不办事，想死吗？王贤义，看在你给了几枚丹药的份上，老身给你面子，但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子强，别和他废话。不知死活！怎么可能？你的修为竟已超过9品，在我之上。什么？王贤义突破到神通境了？那也是超过了北域第1人黄七泰。啊！怎么可能？竟连张老和陈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神通境比9品强？当然，神通境可是仙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才过去那么短时间，你怎么可能突破到神通境？大人的手腕岂是你等能想象到的？只可惜你们2个老东西自绝后路，没有神通境的命。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要为王浩陪葬。王贤义，
今天是你的人上门找茬在先。闭嘴！你害死我王家弟子，这事又怎么算？家主，让他们跪在王浩墓前磕头偿命。你们现在全部跪下，每人跪下磕3个响头，然后自废修为和双腿，我便放过你们。前辈，您快出手啊，我们顶不住了。我出什么手？压根打不过他。喂，那咋可能？你也是神通境啊！你们别为难成天了，他哪有神通境的修为？就是，要真有，哪轮得到王贤义在这废话？完了完了，前辈在我们之上，却在神通境之下。你想都别想！大长老，来人！拜见家主。呵呵，看来江家主很不服啊。我江家就算是灭门，也要站着死，死也不会给你们这种无耻之徒下跪。大长老，布置阵法。晚辈拜见王家主，孩儿大人放过我们。大长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江家主，人各有命，别人不想死，难不成你想让他们死？江武，江家命数已尽，向王家臣服才有活路。我们不过是在做正确之事。杀了你这个叛徒！别冲动，你们不想死也行。3日之后来参加王家祭祀。家主，不能放过他们！闭嘴！本家主自有打算。3天后王家祭祀，若是不来，到时可不是死1、2个人那么简单。方才在练武场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们当真要去参加王家祭祀？现在除了参加王家祭祀，我们别无他法。不参加祭祀，王贤义杀回来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参加祭祀，哪怕是九死一生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谁能想到王贤义修为提升如此之快？是啊，才过去几年时间，便突破神通境。爹，我们还有轩辕神枪，那把神枪就是块废铁，几百年无人能举起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去试试。明早早起，一起去神枪阁。是。干什么呢？打地铺啊。上来和我一起睡床。你确定？对，你今天通过了我的考验。那你可别后悔。喂，等下，你干什么？你脱衣服干嘛？睡觉不脱衣服啊？那你也没必要脱得那么彻底吧？你喜欢穿着衣服，那我脱裤子。臭流氓！我是让你跟我睡，但我没说让你睡我。今晚你睡外面，我睡里面。看到这条线了没？你要是敢越过这条线，我要你好看。白高兴，不过有床睡总比打地铺舒服。不是说好不越过中间那条线的吗？臭流氓！怎么过线了？是你过的线，抱的我。我过线怎么了？我又没对你干什么。要不是我好心把床分给你一半，整张床都是我的。
好看，好摸吗？都好。还不赶紧放开！起来！马上。姐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臭丫头，谁让你擅自推门进来，打扰你姐夫和你姐了？爹，不是你。闭嘴！你们继续。爹，我和他什么也没做。什么也没做，那怎么能行？要赶紧提上进程啊！别闹了，我们赶紧去神枪阁吧。曾经江家是北域第一家族，靠的便是这柄轩辕神枪。轩辕神枪当真有如此力量？那是当然，轩辕神枪并非是寻常武器，持有者可汲取其中力量，领悟其中奥秘，成就神通之境，制霸一方。只可惜300多年来，再无人能走进阵法。这股力量，此阵法乃是神通境所下。此阵法乃江家老祖所留，老祖便是神通之境。神枪是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我们赶紧开始吧。那么自信，搞得你拔得出来瘾。你们谁先来？不妨让老身先试试。虽说轩辕神枪是江家祖传之物，但事到如今也顾不上那么多。长老请吧。就连长老都没法走进去啊！阵法并非只看修为，它更多是考验资质天赋。下一位谁先来？我来。玄枪竟有如此威能9品修士的天资都不足以让神枪看上，难不成要神通境？轩辕神枪乃是神品，寻常人难以撼动。你们还要继续吗？两位前辈都做不到，我天资拙劣就更不用尝试。不过姐姐你天赋超然，你也许可以做到。此事事关江家存亡，我必须要试试。娘子走了3步，他天赋不在2老之下呀。第4步了，这牛天赋竟在我等之上，如此天赋，难以置信。再走6步便能摸到神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，神枪发威，他再往前怕是会有生命危险。一儿，别硬撑，命要紧！绝不能就此放弃，只有拔枪，才能拯救江家于水火。不好，神枪之威在蚕食他的身体，快退回来！江毅，你在干什么？别再往前走了！一儿，快回来！绝不放弃！是枪灵显威，现在没人救得了他了，他马上就会魂飞魄散。成天，快救救一儿！我吗？莫非岳父大人留有后手，于是让我出手救人？好，我这就去。终于有出手了！成天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快出去，这里很危险。你爹让我进来，还有底牌。成天，不要命了吧？我姐和长老、陈老都撑不过去，一介毫无修为之人，凭什么？肃静！连前辈都看不上，那是这轩辕神枪眼睛瞎。岳父大人一把法器，竟没说到半点上。成天，你赶紧出去，别硬撑着了会死人的。你是我娘子，岂能眼睁睁看着你死去？这里不安全，你出去等我。成天呢？他还被困在阵法里没出来。用枪灵，总有人要留在阵法里。神枪的此等神力，只要是我等触碰，也会顷刻间化作血水。爹，你
不是还有底牌吗？快拿出来救救成天！最大的底牌就是成天了，哪还有底牌？世界上竟还真有龙！小贝，速速离去，此等机缘岂是你能够沾染？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拔出这把神枪！有点胆量，让你死个痛快！这股力量怎么会？途径无法靠近。神枪，先借我一用。等下，阵法的力量竟然变弱了！爹，快想办法救救成天！阵法力量变弱，是我等进去的好时机。二位前辈，请同我一起进去。好。江叔，你们怎么进来了？成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好着呢。刚才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条蛟龙溃散了。什么？蛟龙乃是神枪守护灵，竟溃散了！从未有过如此情况。成天，你还活着？刚才真是吓死我们了。娘子，我好着呢，别哭了。不信你随便摸，完好无损。谁要摸你啊？以后你千万别那么冲动了。别担心，看这是什么？得意什么？要不是我爹和二位前辈进去救你，你能怎样？只怕你早就死在里面。哼，更别提拔出轩辕神枪。幽儿，少说两句。我哪句说错了？他亦毫无修为之人，刚才不是爹和二位前辈，他恐怕早已化作一滩血水。行了，成天无论怎么说也是拔出神枪第一人，叫我，你从哪儿招来的女婿，竟如此特别？方才真是成天逼走了枪灵蛟龙。小五，老夫问你话呢。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江武走了狗屎运，竟能招前辈当女婿。早知道我也把我孙女带来，说不定会被看上。等下，你们看，轩辕神枪有情况。怎么会这样？轩辕神枪的力量在消散。该不会是坏了吧？不可能！轩辕神枪乃是世间神品，即便是仙人也难以破坏，更别提……我靠，断了！我压根没用力啊，这是个劣质品。断了？怎么可能？真断了！王老，你没事吧？这就是一伪劣品，您伤了身体可就麻烦了。绝无可能！老夫镇守神枪阁100年，神枪如假包换，就是当年老祖所传下来的传世之宝。那全完了，你们老祖也被人骗了。王老，为何轩辕神枪会出现这种情况？不知为何，轩辕神枪毫无神力，现已沦为一坨废铁。也就是说，这枪没用了。没有神枪，我们该如何对付王贤义？我就说王承天，你怎么能拔出神枪？原来是枪内力量散尽，否则以你的实力，恐怕早就魂飞魄散。前辈，在下有一件神器存放于宗门内，或许能够对付王贤义。我和陈兄回去取，2日后王家祭祀见。多谢二老相助。王承天看到没？他们临阵脱逃了。
你再怎么骗，没有硬实力，光靠一张嘴，人家也不会为你卖命。尤儿，你怎么和姐夫说话的？够了，江武留下，其他人出去。王老，有何事？这枪可惜了。等下，不对，神枪内明明含有神力。原来如此，你招的女婿到底何许人也？王老，此话何意？成天竟能镇住神枪内的神力，要知道，即便是北域第一人王贤义也做不到啊！照您所说，有成天在，我江家岂不是有救了？那2日后还需神枪吗？不用了，这枪留着过年杀猪吧！哈哈哈哈。成天，你看石碑上有字。什么字？王贤德夫妇勾结魔域，谋害王家，侵害北域。王贤义竟把我爹娘污蔑成勾结魔域的奸人，罪不可赦。他确实罪不可赦，但你冷静点。王贤德竟敢勾结魔人，的确罪不可赦。这位兄弟，你可知这石碑何人所立？江伯，那石碑是我父亲所立。为什么？你是江家新招的女婿吧？我知道江家以前和王贤德关系很好，只可惜他勾结魔人，残害童谣，罪该万死。我们立此石碑也是为警醒后人。胡言乱语！冷静点，你还不能暴露。江毅，管好你的项目，再大喊大叫，小心我把他舌头割下来喂狗。他的模样倒是让我想起王承天，奸人的儿子也该煮了喂狗，便宜他。你勾结魔人的分明是你爹王贤义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清楚！站在你们身前的人，正是曾经的少家主。我们亲口问问，当年真相是否真是如此？相说，王承天竟然没死！爹，你干嘛呢？别担心，你爹我自有把握。既然岳父大人有把握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托你爹的福，当年山崖下有一条河，没把我摔死。没死，没死才好。这次我要亲手把你折磨致死！王少，王承天这个废物，您杀他岂不是易如反掌？不是吧，王承天，你年近20，竟还是空无一身修为，真是个废物。我在街边随便找个乞丐，估计也能把你吊起来打。我要是他，恐怕都没脸活在这世上。王承杰，爹害死我爹娘，还立碑羞辱，不怕遭报应吗？有这件事情吗？我问问在场的诸位，王贤德是什么人？我想诸位心里都清楚。王少，谁人不知王贤德那个东西勾结魔人？是啊，他真是丢尽了王家人的脸面。你们这群趋炎附势的软骨虾，只会阿谀奉承，难道要抛弃真相于不顾吗？什么真相？我王家就是真相。况且，在场谁认你是王承天？谁认识？没人认识。不过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我切磋，赢了便放你们走，输便是死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去反悔。不行，他6品之境，跟他切磋和杀了承天有什么区别？娘子，既然你爹同意，那肯定是留有后手。我同意切磋。承天，别担心，我会带你安全离开王家。江武，王少可是6品之境，哼，准备好给你女婿收尸吧。爹，王承杰和您同境界，承天不可能是对手。说的好像他打得过谁一样。要说那2位9品的前辈如今都不在，还是低调一点。把嘴闭上！别担心，成天收拾他游刃有余。口出狂言，等下看他怎么死。江武，
你真是人老眼花，想靠着这女婿翻身，痴人说梦。王承天，听到没？我可是6品之境，你现在下跪求饶，自废自知，挖掉双眼，或许能饶你一命。我王承天只跪父母，跪天地，跪恩人，不会跪牲口。你很好，如此我也好安心杀了你。实话告诉你，你爹娘死的当晚，我也在场。我啊，还有幸踩断了他们的双脚。尤其是你娘，跪着哭着求着说：“放过我的承天，他只是一个可怜的孩子。”你这个畜生！别怪我们心狠手辣，要怪就怪谁让你是少家主，还是一个修行废物，注定沦为我修行上的踏脚石。现在就送你下去和爹娘团聚。岳父大人，有什么底牌赶紧使出来，我撑不住。给我死！这股剑气！这等恐怖剑气！没想到贤婿的剑道早已如此之高，这剑气恐怕能撕裂天地。难道这才是承天的真实实力？难不成他之前是故意装孙子？怎么可能？这废物竟能使出这般恐怖剑气！不，这股剑气不是真的。江叔果然留了一手。这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给我滚下去！贤儿，爹，王承天用阴招杀了他。不是说王承天是废物吗？但刚才那股剑气，恐怕连7品都接不住。难不成他之前都是装出来的？没想到我相公竟是一位剑神。姐夫，之前都有得罪，请原谅在下。不是，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。我的好贤婿，别谦虚了。差点忘了，小辈之间的交手，不能暴露是江叔插手。好吧，就是我干的，和江叔无关。那把剑，本座助你突破，坐上家主之位，莫要忘记之前的承诺，那是本座成仙的关键。是，小的绝不会忘记。一旦有大道深穹功法、擎天神剑和造化丹的下落，一定通知魔主大人。最好如此。若遇到强敌，便打碎玉佩，本座会相助。难怪他剑气如此强，原来是靠擎天神剑。不过我的好侄儿还真是送了一份大礼呀。王贤义，你儿子先前说赢了切磋便放我们走，放你们走？笑话！你们谁也不准走！你们王家人都是些无赖之徒，言而无信。若不是王承天耍小手段，否则以他这个废物，怎可能赢下我儿？胡言乱语！说耍小手段，你有证据吗？笑话！我王贤义纵横北域，向来雷厉风行，何须证据？爹，
杀了他们！那么多年，你们父子俩依旧如此卑劣，狗改不了吃屎。天，当年没能摔死你，就该离开北域，可如今却上门送死。叔叔，我成全你。王贤义，动手之前可要想清楚，当时死在我女婿手底下，可别去阎王那儿叫冤。江叔，你人老脑糊涂了，真以为用点小手段赢了我就能赢我爹？让我江家有你，注定要亡。现在跪下认个错，发誓永为王家奴，或许还有活路。妈的，老子等下第一个剁了你！江叔，低调点。爹，别再胡说了。晚了，你们今天都得死！只要拿到那把剑，魔主大人定会有奖赏。江武真是不知死活，江家注定要被灭门。啊！就死吧！成天小心！二位前辈终于来了。长老、陈老，本以为你们不再掺和此事，没想到竟拿着剑天镜来了。王贤义，你勾结魔域之人，我等岂能坐视不管？多谢两位前辈相救。二老曾经联手用剑天镜镇压过一位神通境大能，有他们相助，也许有一线生机。当真要插手此事？你7年前谋害王贤德夫妇，篡夺家主之位，一切的背后便是魔人相助，你该当何罪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我所做之事，皆是为天下苍生之大幸。你们谁有意见？家主英明神武，王家主英明神武，我等岂敢胡言？我看是这帮家伙妖言惑众，竟敢诽谤王家主！你们这些眼瞎耳聋的软脚虾！魔人是要吞并北域，你们竟还为王贤义说话！杂种闭嘴！还有你说话的份儿！前辈与他们说不同，让我二人拿下王贤义再说也不迟。雕虫小技！怎么可能？长老陈老竟毫无抵抗之力。乃神通之境，9品蝼蚁能比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劝人先拿你开荤。小心！怎么可能？姐夫的剑道造诣竟强到能斩退神通境。这剑气，前辈的剑道造诣，恐怕已登峰造极。仅凭一剑便斩退神通境，此乃陆地剑神呐！不成，先前他真是靠剑术赢了我。二叔，快起来，我都没发力，你可别碰瓷。你爹，无妨，一只蝼蚁，若不是凭借擎天神剑，怎可能伤我？爹，您说他手中的便是擎天神剑？不错，成天，二叔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神剑，饶你不死。若不是那把神剑，你怎会拥有如此剑道造诣？姐夫那股剑气，是凭借神剑。前辈造诣如此之强，只是一把剑便有剑神之力。我就说这废物，怎可能拥有如此剑道？再废物，还不是在擂台上赢了你徒弟？小贱人，你再多嘴，撕烂你的嘴！老东西，
说话注意分寸。家主，还有擎天神剑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神剑赐予你无上剑道，可你再强，终究是肉眼凡胎。是焚血鼎，有点见识，此鼎能炼化世间万物。切，一个破鼎，装起来，有种把成天装进去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岳父大人，我可没这本事。成全你！你就等着炼化成血水吧！靠，我真的！哦，这不可能！前辈之威竟然恐怖如斯，竟能将焚血鼎斩碎，如此剑道造诣，真是让我等望尘莫及呀！不愧是我的好贤婿，太强了！成天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就一剑，他便碎了。也许是靠此剑。爹，焚血鼎被毁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王贤义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？若不是他靠着那把神剑，怎可能毁掉焚血鼎？前辈之威，岂是你能质疑？依我看，前辈今日便斩了他。叶儿，王贤义，放开我女儿！姐，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！交出神剑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成天，别听他的，没有神剑，谁都没法活着走出去。贱人，给我安静点！王成天，你有实力战神功境，可终究是靠一把剑，而魔主大人乃是货真价实的半步仙人，他要是来了，你挡得住吗？魔主，好啊，你果真勾结魔域，这是要置北域于万劫不复，都是你们逼的！此玉是魔主所赐，要我捏碎，魔主大人便会降临，到时也是你们的死期。等着吧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。完了，魔主一来，我等怕是毫无招架之力。魔主是什么人？魔主乃是半步仙人之境，神通境之上。100年之前受北域3位老祖镇压，才没有入侵北域。只是没想到他如此快便卷土重来。现在3位老祖早已仙逝，世间无人能与魔主抗衡。既然那么强，江叔，您还有底牌吗？我能有什么底牌？我最大的底牌就是你呀！可现在连你都畏惧魔主，我啥底牌都没用。现在后悔晚了，我已通知魔主大人，你们谁也逃不了。王成天，别担心，我不会轻易杀了江毅，我会替你好好深入了解下小娘子。你敢！这便是魔主，恐怖如斯！恭迎魔主！何人竟敢伤本尊魔石？大人，是他！这杂种不仅打伤我，还有擎天神剑，我想功法和丹药都在他身上。那么多年过去，本尊终于找到了。小辈，2日后本尊出关，带上功法、神剑、丹药到断魂山，将3样东西奉上。成天，东西交给他，北域将万劫不复！你不要管我！小辈，若是逾期，你娘子和你身边的人都必死无疑。现在怎么办啊？叶儿被那些人抓走了。你说话呀！女儿是被你弄丢的，说什么你也必须把她给我安全带回来。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江夫人，叶儿是因我而丢，您就别怪江叔了。怪你有什么用？
以你的能力，连断魂山都进不去。魔主实力强大，即便是整个北域联手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若是不去，以魔主的脾气，北域怕是会血流成河，届时肯定是万劫不复。可若是给了他那3件东西，北域一样会万劫不复，再也无人能阻止魔主。若是3位老祖在世，魔主怎敢如此猖狂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先想办法救救我女儿。现在唯一的办法便是我拿东西与他交换，你们再布置阵法将他困住。困住魔主？姐夫，这根本行不通。世间无仙人，半步仙人便是仙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更好的办法。既然如此，便按照成天所说，集北域之力布阵困住魔主，召集北域各大高手，共赴断魂山，镇压魔主。恭迎魔主出关，镇压世间万物。行了，快起来。谢谢魔主。时日已到，王承天还没将那3件送过来。大人，现在才5时，说不定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是啊，大人无需担心。王承天就是一介毫无修为的废物，翻不起什么大浪。7年前，本尊捏死他父亲如同蝼蚁，如今对付他自然也是易如反掌，谅他也不敢。报告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大人，是王承天，他带人硬闯断魂山，杀死了很多弟兄，还扬言。扬言什么？快说！扬言要挖大人的祖坟，把大人的头盖骨当顽石。还说今日过后再无断魂山。本尊要亲手杀了他！断魂山也不过如此，守门的都这么废物。前辈说的是，前辈当真恐怖如死，一个9品高手，2个8品都让前辈打死了。要是给他足够的时间，日后恐怕能踏足仙人之境，可惜了。山顶便是魔主的洞府，这个点儿，他也该出关了。诸位上了这山，恐怕只能来世再见。能为天下苍生而死，那是我等大幸。哈哈哈哈！看来你们没一个人学乖，都赶着上门来送死。承天，你们来做什么？赶紧走啊！给我闭嘴！没想到啊，你能让那么多人一块儿来陪葬，真是让人惊讶。放了江毅，否则你下场和他们一样。快放了我姐！你要是敢动我，魔主大人不会放过，不杀也是死，杀他一条狗也是死。况且魔主在哪呢？让他赶紧滚出来！他爷爷来了！不好，是魔主来了！这个威压，怎么可能？是本尊闭关太久，竟连一介废人也敢对本尊口出狂言！
参见魔主。你就是魔主啊？混账！见魔主竟敢不跪拜，找死吗？我又不是他的狗。你行了，本尊要的仙法神剑丹药带来了吗？带来了，不过你先把人放了，我再给你。哼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耍诈？住嘴！把这小娘们给他。有我在，没事。小子，把东西交出来。交出东西给他。给你东西交了。快，千万不能让他挣脱阵法。是。天旋困阵，你们想用阵法困住本尊，休想！江叔，张老陈老，区区天旋困阵也想困住本尊，呵呵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前辈，您现带夫人离开，我等挡住他们。别再做无谓的挣扎，在魔主面前，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无功。小子，你敢耍本尊？等本尊拿到仙法，整个北域都要为你陪葬！王承天，赶紧交出功法，兴许能让你死得痛快。仙法，这明明不过是一本养生功罢了，竟能让你如此执迷。养生功，无知小儿！你可知大道生穷功法乃是仙法，凡人退凡成仙的关键，而你竟毫无修为，白白浪费了。什么？原来此功法是仙法！王承天啊，王承天，老天这是在戏弄你啊！给你仙法，却无法修行，真是大快人心。7年来，我竟将其当作养生功，看来我注定是与修行无缘。承天，小心！承天，承天，姐夫，前辈，前辈，怎么可能？咦，我居然没受伤！啊！我没眼花吧？承天接了魔主一掌，竟毫发无伤。程这小子还在隐藏实力。不，绝不可能！能接半步仙人一掌，前辈的实力恐怖如此。承天，你没事？没事。奇怪，我居然没受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魔主大人没有发力，否则这杂种早就魂飞魄散。不可能，这乃是半步仙人，世间无仙人，本尊就是仙人。非这小子是仙人之境。小子，你是不是服用了造化丹？造化丹？你是说那枚金色的丹药？没错，我吃了，味道还不错。果真是服用了造化丹，此丹可驱诸样，皆能使肉身大进，其威之盛，远超大部分登峰造极境大圆满，甚至半步陆地神仙也无法破防。世间竟还有如此神丹！凭什么竟能得如此造化？不过是一个不能修行的废人。若是你得此丹，岂不是早日修为大成？哼！
小子别得意，待本尊这就用尸吞绝阵将你炼化成丹。不好，成天虽肉身强悍，但也扛不住噬吞诀。小子，就乖乖成为本尊的养料吧！哼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快放我出去！还有力气喊？等下看你还能不能叫出声！这股火，好舒服，好困。想睡一觉。魔主的噬吞诀，连神铁都能融化成水，即便一时半会儿烧不死他，但烧个7749天，仙人也活不成。成天，爹，快救救成天！噬吞诀会将他炼化的。现在，爹能有什么办法？成天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魔主，你就不怕功法被烧成灰吗？仙法有天道所护，不会有损。唯一能被烧成灰的，只有你的小郎君。之前还能留尸首，现在，就等着被魔主大人炼化成丹吧！废物就是废物，哪怕是机缘落到他头上，也守不住。哼，到头来还不是成了他人养料？你们勾结魔人，让北域深陷火海，千古罪人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这么想做鬼，等下就送你们下去！成天，竟没化作丹，真是可惜了。那枚造化丹，就这么随他化作尘土。成天，你醒醒！我的好女婿，姐夫，你醒醒！我以后保证再也不会跟你叫板了。前辈都烧成煤炭了。竟然你们如此情深意重，那我便送你们下去与他团聚。王贤义，动手！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！张武，活着才是胜利，你不顾将死之人的身影。魔主大人，能不能别杀这小羊？先让我尝尝。没出息！这便是生穷仙法。哈哈哈！江毅，就让我替王承天滋润你。滚开！给脸不要脸！把我姐！我杀了你！别乱动！别混！绝不会让你得逞！不要！不要！这里让你时间娘子，你怎么哭了？
你还活着。娘子，别哭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我这不生龙活虎的吗？别哭了。贤婿，你没事啊？刚才可真是吓坏我们了。没事啊，我只是睡了一觉而已。怎么可能？已经毫发无伤，从未有人在本尊阵法中活下来过。你这个什么阵法暖暖的，睡觉还挺舒服。口出狂言，你不过是侥幸活下来罢了。不可能有人侥幸活下来。本尊杀了你，这世上便无人能从噬吞绝阵中活着走出来。哼！大家都散开！不可能！经受噬吞绝阵灼烧，肉身没有变弱不说，竟变得更加强大。是吗？我没啥感觉，我试试。我靠，还真变强了！一掌，姐夫竟只用一掌就打飞了魔主。夫君，原来你是绝世高人，真能藏，竟能藏那么久。我就知道，我这个贤婿不简单啊！一掌打退半步仙人，他果真是仙人。不，绝不可能！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肯定身上藏了什么宝贝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伤到魔主？本尊乃是天底下唯一有仙力之人，怎可能会受伤？小子，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如实招来！喂，别血口喷人啊！刚才大家都看见了，我可是徒手打的，明明是你太弱。你欺人太甚！魔主，也许是他的肉身被火焰淬炼得更纯粹。此乃用鬼神魂魄、万人之血养育的魔符，今日能让本尊用它杀了你，是你的福分。还来！为什么这股力量让人控制不住俯首下跪？这力量竟是仙力！不，绝不可能！这才是世间唯一的仙人。竟连魔主都跪了，成天真是仙人！杂种，怎么会有如此修为？连我这神通境都站不起来！不可能！尊的双腿竟不听使唤！魔主大人，天，魔主没气，死了！王贤义、王成杰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。成天有话好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住嘴！你不配说这样的话。当初你追杀我、陷害我爹娘时，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？方才让魔主杀我时，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幕？当年是魔主逼着我这么干的，并非我本意呀。对，魔主需要仙人在北域寻找仙宫，
逼着我们就范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满嘴胡话，不知悔改。尿了，真是孬种！大哥，和我没关系啊，全是我爹，我爹支持我，强迫我那么干的，也是他去找的魔主，全是他，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闭嘴！丢人的东西！我丢人？难道当年不是你勾结的魔主？杀我爹就行，别杀我，和我没关系。叶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先杀了你！行了，我没心情看你们父子相残，而且你们想死，没那么容易。爹娘，我回来了，而且我把这对狗父子抓来，让他们以死赔罪。爹娘，孩儿不孝，那么多年都没法回来看你们一眼。如今孩儿修为大成，不再是一介废人，也如你们所愿，好好活着。而且我把这对狗父子抓来，让他们以死赔罪。大哥大嫂，我是畜生，我罪该万死。当初你们家那么照顾我，而我却猪油蒙了心，竟勾结域外魔人，就为了篡位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求伯伯伯母在天之灵，饶我们一命。成天，就放过二叔吧，我们可以自废经脉，并离开北域，永远不会再回来。对，我们自废经脉，以后再也不会回北域。回来？可我爹娘永远回不来了。爹娘，成天为你们报仇了。